喺高危環境裏面，一盞普通嘅燈有可能引爆一場災難。你或許睇唔見，但危機往往就藏喺嗰一啲火花之中。正因為咁，防爆照明系統成為工業安全中不可或缺嘅一環。所謂防爆燈係一種專為易燃易爆環境而設計嘅 LED 照明設備，佢能夠喺存於可燃氣體、蒸汽或者粉塵嘅場所中穩定運作，避免產生電火花或者高溫表面引發火災同爆炸。佢哋常見於石油化工廠、船舶、油庫、煤礦同埋糧倉等場所，確保人員同埋設施嘅安全無虞。為咗確保呢類產品嘅安全性能， LED 防爆燈嘅設計同埋製造必須嚴格遵守國際防爆標準，當中包括歐洲嘅 ATEX 指令、美國嘅 NEMA 標準以及國際電工委員會 IEC 嘅認證。呢啲標準涵蓋咗防爆等級、防爆區域、防爆組別、溫度控制等多個關鍵指標，每一個環節都關乎生死。唔同環境需要唔同等級嘅防爆保護。防爆等級通常用字母 X 嚟表示。防爆區域會根據爆炸性氣體或者粉塵出現嘅頻率與程度。工業場所被劃分為 Zone 0、Zone 1同埋 Zone 2，用以指導防爆設備嘅選擇與應用。防爆設備會根據適用嘅氣體或粉塵類型劃分為 Group A、Group B、Group C 等組別，並以 T1 至 T6 標示其最高表面溫度，以防引發自燃。當中 T6 為溫度最低、最安全嘅等級。防爆標誌會以符號或者文字標示設備所符合嘅防爆標準、等級、區域、組別同埋溫度等級。由於各地標準唔同，選購時應該依據當地法規，確保設備符合相關要求。照明系統從來唔只係光同唔光嘅問題，而係安全與責任嘅象徵。選擇防爆照明系統，就要選擇一份安心同信任。立即聯絡 MeLight 精緻照明，我哋會為你度身訂造最合適嘅解決方案。